鄉親啊，繼續來看桃園機場。歷今年國際機構的評比是連中全球行李運送的冠軍。機場公司特別舉辦頒獎典禮，表揚北京行李處理的伙伴，感謝因的好齊相敬。證書一定要有出口，所以我佇咧登機口。最近桃機場迎接今年第2000萬旅運人次，規年的總運量會當超過5000萬人次，嘛迎來上懸的光榮。英國獨立航空評比機構的項目當中，衛冕全球上讚的行李運送機場冠軍，整體排名嘛為2025年的43名升到全球第24名。合作團隊是大功臣，桃機場公司昨下晡舉辦頒獎典禮，表揚北京行李處理的工作盤，感謝因做伙合作，和台灣國較。今年的成績，進到了24名。事實上，24名是一個非常難的一個門檻，因為據我所了解，25名以內都是全世界頂尖的各大機場，進到25名就是一級戰區。大聯盟當中的大聯盟，紅標用的包括工程規劃的台灣世紀工程、行李搬運的桃園航勤、中英航勤，還有新宇航空，確保行李處理系統的經營合企業，還有明丁機械、新丁系統、中興電工機械公司等北京公司，攏是桃機提升行李服務品質上界有力的功勞者。今年春節疏運期間，桃機單日的旅運量衝破歷史紀錄。機場公司最近繼續推動數理導向管理，透過行李系統的優化、設備穩定提升，同時還加入 AI 人流認別的創新應用，全面提升旅客服務體驗，嘛予桃園機場台灣大門的頭一場美食點光彩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